高雄高山高中的国中部规划一场体验课程，学生囡仔用双手双脚五官用心去感受这块土地，尾下搁写诗挂伫咧家己观察的班枝树仔顶。学校毋望囡仔呢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关怀咱大土地。青青，人光黄色的叶仔，像一支弯弯的拐仔。学生囡仔念出家己写的诗，形容因观察的班枝树仔，这是高山高中国中部五感课程。学校用一学期的时间，带学生用摸的、用听的，认真感受这片土地。学生讲，虽摸每一丛班枝树看起来拢同款，不过用心体会了后，就会知影大自然的奇妙。伊的弯度像一支土地公的拐仔，特新的所在是伊的脚遐有一个油菜破地的所在。我感觉这丛树啊，真特性。就是把鞋子脱掉，然后踩在草地上。老师让我们去看那个踩那个感受。今年学校带囡仔用五感来体验对生活周边、对自然环境的观察，佮用文字、诗词甲观察到的感想写落来。看天顶的云，看树啊。看涂骹的草啊，甚至老师会叫囡仔甲骹鞋啊脱开，啊，伫涂骹安尼滚来滚去，安尼会感受到讲，其实咱人的五感是做敏感的。学校佮邀请全校的学生来投票，选出因认为上有意境的诗词。校长表示，听到学生朗读，亲像对着诗词，做伙经历班枝树的一生。这一块一块木牌啊，挂伫树啊顶悬，也成做校园内面特别风景。记者张怡辉、邱昭荣高雄报道。